破四龙冯开文，让我拿啊！有枪猛呀！事情判得如何？回禀王家，冯开文已经中了多数了。真好。冯先生，不忘教养你的才华，竟然冒充神策，为的是强人一了难受，穷途贪入，也免受为奴之辱啊！走开！我乃堂堂太堂明公，怎能给你显命？冯先生，只好围困你了。带走！遵命。好心天啦，一见场面总了面为数不见。研究面沿用金州，是用天众星天高高，水星心不高，我知你我心。明年走边先生，啊，
王爷，王爷！冯先生，他已经刺青了。好。好，你走，你走，王爷，将冯先生赶在去后座。遵命。王爷，我的头呢？我的头呢很痛啊！王爷，你用完了。我的头呢很痛。王爷，俺想你应该去求平复吧，官家恢复吧。官家恢复，官家恢复。众心天可干，谁是心不甘？我知你我心，明月照边
神父带路。不烦恼，发把病，来世那烦恼，难求百牙香啊，诉苦啊难啊。就手背扶啊起来，从岸上啊，但愿那身那病，有数啊上啊。将军，你看，看佢一身汉家五子嘅打扮，诶，看佢蛮有头气嘅样相，来，神父，快快将他搀回府所吧。遵命。启禀将军，突然兵攻打水族，水族太叔要求支援。报！南州王按兵不动，突发一破西北风险，一路刺向幽族之内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神父啊，到底发生何事？将军啊！突然送信来看红，来看红。捍卫衙门有状况，有状况。严守条红救红手，义勇不言。娘办，
张飞你爱奉。这。新兵来勤班，边关路有了征兵来。18岁有忠心胆，身经百战征边关，要上边关为尊恩。见面啊，谁来？不用啊，慢啊！将军，将军，传令下去，人不下岗，马不离婚，你等再谈再不。遵命。参见父亲，自从你回来了，子义回来了。子义，突犯进兵有主场，万岁以何才是？万岁也好，西北突厥也有南下进兵之意，也兵分两度，所以西北不利。父亲希望以有做兵的故事，等西北战事平定后，再派兵过来呀。是，唉，万岁有所不敌。那突犯害兵压境，一秒前叔叔旁观，那是记得内疚爱怜，而有主上必听父辈诉听，都给你勇士。上母之术，有不报，乃轻死难安。父亲200年就没主动来了，先出听你母亲，再战突犯，父亲了。太平千里难修复，去兵器给才条数，去用无数心无助，兵锋多出必顺服，兵锋多出必顺服。将军不可，要是太天动前，所着凶残，但小王重犯，突犯有压境，自强要祖父不报，为给太堂公办。你黑马盖后台给动。给给你指见。还是咱国父率这义力，探算相见。唉，兵动三场，非一年之后，已经成年了。双方趁连副抗体，谁告左右言意。一统兵不走一战，一留情，纵义之年。唉，小金王府难生加难了。希望将军恩准，小五子愿见面前往。将军，海天动前，天下一望，匹夫有责。愿君望将军相救，愿君负义回报。谈论义名情，头痛既有当年。
四处走前名义，却不见何在。我有主才，真叫子孙，能以行义为名，千年辅助，言以行事，说服其他。你都得天马更，金刚口出空言。